17歲入行，保護謝霆鋒25年，掌管50幾名港星嘅命運。霍汶希係點樣喺黑白兩道嘅夾縫中打下屬於自己嘅一席之地？一、廣告少女出身，從小林青霞到人生轉折，霍汶希游走喺油膩嘅老男人中，拉投資、拉贊助、簽合同，難免會被吃豆腐。如何巧妙避開騷擾，並讓金主爸爸們有面子？霍汶希早就掌握咗一套玉女心經。佢出道普通，家世普通，爸媽一口氣生咗8個孩子，如何搶食護食，仲唔被哥哥姐姐們暴揍？霍汶希從細就練就咗一身本領，有咗底層邏輯嘅加持。霍汶希一進娛樂圈就如魚得水。14歲嗰年，霍汶希被星探發掘。嗰時候嘅佢皮膚白皙，眉眼乾淨，有啲青澀，卻自帶鏡頭感。星探一眼睇中，直接幫佢接咗廣告。從此呢個普通嘅女孩開始喺攝影棚裏邊度過青春。佢嗰時候最紅嘅廣告係一支洗髮水廣告同一支校服宣傳片，笑容清純，得似隔離班嘅優等生。因為嗰股自然唔做作嘅氣質，佢被媒體稱作小林青霞，一度成為香港廣告圈嘅寵兒。16歲之前，佢已經拍咗50幾個廣告，算得上嗰個年代嘅廣告女王。但係短暫嘅輝煌背後，係快速嘅審美疲勞。廣告公司換批次太快，今日捧你，聽日就可能換人。佢漸漸發現自己雖然賺咗點錢，卻根本冇長遠嘅路。一次拍攝結束後，攝影師隨口講咗一句：你呢類型最多紅2年。嗰句話佢一直記得。佢突然明白，光靠面係唔夠嘅，於是佢開始講磨出路。佢先去報名 TVB 藝員訓練班，想往演員方向發展，又去參加新秀歌唱大賽，想住萬一唱得好，仲能夠多條路。但現實好殘酷，兩邊都冇入選。嗰時候嘅霍汶希先至17歲，第一次感受到娛樂圈嘅冷漠。佢白天去面試，晚上喺便利店打工，只為咗唔俾屋企擔心。朋友勸佢放棄，話場上普通又冇後台，唔可能出頭。佢卻一句話冇回，只係更堅定咗一個諗法：既然做唔到明星，咁我就做操盤明星嘅人。喺便利店嗰段時間，佢認識咗唔少嚟買飲料嘅廣告圈同行，亦都慢慢摸清咗行業套路。佢發現明星只係台前嘅一環，真正賺錢嘅係幕後嘅人，經紀人、策劃、製作人。呢啲人才係決定命運嘅人。於是佢開始主動接觸呢啲人，幫忙攞道具、打雜、跑腿，一啲一啲學試點同廣告客戶打交道。慢慢咁，佢變得精明起嚟，談價時咁據理力爭，算賬時分毫不差。嗰時候佢先18歲，卻已經有咗女強人嘅影子。真正嘅轉機出現喺佢進入一家模特公司做助理嘅時候。嗰陣佢負責安排模特通告、陪拍廣告，仲要幫爽同廣告商談合約。唔好助理只會聽命令，佢卻懂得計算。一個廣告拍幾耐，演員走紅能漲幾多價，點樣俾客戶覺得物超所值。短短幾個月，佢就成咗公司老闆嘅左右手。有人笑佢太現實，佢卻好清楚自己冇家庭背景，亦唔可能靠邊個提拔。能做嘅就係用腦子換未來。佢嘅人生就係咁，一步步靠自己摸索出嚟嘅。到咗20歲，佢已經意識到幕後嘅世界比台前更複雜、更有挑戰。佢開始主動揾機會去經紀公司應聘，經常一個人背住作品集，着住職業裝喺寫字樓裏邊跑上跑下。好多人睇佢年輕，不信任佢，佢就攞數據講嘢。佢會將藝人嘅廣告報價、檔期、過往銷量一條條列出嚟，讓對方覺得呢個女孩有能力。慢慢地，佢嘅口碑傳出去咗。呢個霍汶希能談能算，仲敢拼。2入行英皇，叛逆謝霆鋒與成長試煉。1993年，霍汶希正式進入英皇娛樂。嗰時候嘅佢先21歲，係公司最年輕嘅經紀人。英皇剛成立，資源有限，藝人唔多。能唔能夠打開局面，全靠幾個人硬撐。霍汶希冇背景，冇人脈，卻有股唔怕死嘅憧憬。佢每日着住職業裝，喺狹小嘅辦公室裏邊處理堆成山嘅文件，仲要兼做助理、宣傳、司機，
一日忙到見唔着太陽。就喺佢以為自己只係個小角色時，公司突然丟俾佢一項地獄任務，帶謝賢個仔謝霆鋒。嗰年謝霆鋒先至16歲，啱啱從加拿大返香港，長得累，脾氣亦都爆。圈內人都知道呢個孩子桀騾不馴，最忌諱別人攞佢爸媽說事，尤其唔中意被攞嚟跟謝賢、狄波拉作比較。前幾個帶佢嘅經紀人都被氣跑咗，英皇高層乾脆話邊個能夠搞掂謝霆鋒，邊個就有前途。於是呢個冇人敢碰嘅燙手山芋落到咗霍汶希手裏邊。佢第一日見謝霆鋒嘅印象就係一個少年頂住墨鏡，耳朵上掛住耳環，雙手插兜走進會議室。佢啱開口問話，謝霆鋒就反問：你憑乜嘢管我？霍汶希當場冇灰嘴，只係笑笑講：我亦都唔想管你，只係想幫你少挨罵。從嗰一刻起，佢決定換種方式帶藝人，唔靠權威壓人，而係用理解贏信任。剛開始嗰陣，佢幾乎日日被氣得想摔文件。謝霆鋒唔按行程走，通告遲到，拍廣告時甩面子，仲動唔動話要退出娛樂圈。人哋勸佢放棄，佢偏唔信邪。佢開始暗地裏觀察謝霆鋒嘅性格，佢其實唔係壞，只係防備心太強。佢於是攞出寫本子，詳細記錄佢每日嘅行程、心情同愛好。佢發現謝霆鋒特別在意音樂，尤其喜歡自己寫曲子，於是佢同公司申請預算，俾謝霆鋒自己創作新歌，仲主動聯繫媒體安排專訪，俾佢能講自己嘅音樂理想。嗰次採訪後，謝霆鋒第一次主動同佢講謝謝。霍汶希知道呢細路終於鬆口啦。1998年，謝霆鋒憑借謝謝你的愛1999一夜爆紅，全國鋪天蓋地都係佢嘅海報。成名嘅背後，霍汶希幾乎冇瞓過一個整夜。為咗趕巡演，佢同團隊連夜坐貨車從廣州到長沙。為咗避免媒體亂寫，佢提前準備10幾套不同嘅說辭。一場發佈會落嚟，爽到啞尿。佢唔係天生嘅鐵娘子，只係冇得選。藝人紅咗，佢先至能夠活落嚟。謝霆鋒年輕氣盛，經常一言不合就摔門走人。最嚴重嘅一次係喺某場頒獎典禮後台，佢因為不滿公司安排，直接抌掉麥克風揚長而去。霍汶希當場臉都白咗，但仲係強撐住笑，替佢完場。第二日佢一個人去揾謝霆鋒，乜都冇話，只係將一沓粉絲來信放喺台上。嗰日之後，謝霆鋒第一次意識到有人比佢更在乎佢嘅事業。喺相處中，謝霆鋒慢慢對霍汶希產生依賴，佢習慣佢幫佢擋酒、應付媒體、安排行程。每次出席活動，霍汶希都得提前踩點，從走台順序到燈光角度都要確認。有時候遇上難纏嘅贊助商，佢就硬住頭皮陪走。有人話霍汶希能飲，其實嗰係逼出嚟嘅。為咗唔俾藝人出醜，佢成日自己頂上一頓飯飲3斤白酒，亦面不改色。時間久咗，圈裏人都知道邊個亦唔能夠惹英皇嗰位霍姐。外界一度傳佢哋關係曖昧，但事實係佢哋更似係並肩作戰嘅夥伴。謝霆鋒後嚟喺節目上話：霍汶希像我生命中嘅保護罩。呢句話並非恭維，而係實情。佢知道咩時候該護，咩時候該放。佢俾謝霆鋒有自由，但亦知道點樣把佢嘅衝動變成焦點。每次出事，佢都能夠喺最短時間內揾到補救方案。謝霆鋒火了之後，霍汶希亦都順勢晉升為英皇嘅金牌經紀人。公司睇到佢嘅能力，接連把容祖兒 Twins 組合亦都交俾佢管理。嗰幾年，佢幾乎係港圈最忙嘅女人，一日要同時處理3個藝人嘅檔期、5個代言、10幾場採訪。有人話佢似機器，但佢自己清楚，只有搏命幹先能讓別人閉嘴。